這個指標非常有趣，因為它不像普通移動平均線那樣簡單地讀取價格，它同時讀取動量、波動率、相對成交量和市場行為，這可以幫助你更清晰地發現趨勢變化。所以我在 TradingView 上進入指標並搜索 Zeroman 的 Market Memory Average， 將其添加到圖表中，因為這個指標可以幫助你以比普通移動平均線更智能的方式識別當前趨勢。起初，它可能看起來像一個移動平均線帶，但實際上並非如此。這個指標使用變化率 RSI、ATR 和相對成交量來讀取市場的行為方式，因此它不像標準移動平均線那樣只對價格做出反應，它旋考慮動量轉變、波動率轉變和相對成交量活動，然後它將這些信息與類似的歷史市場條件進行比較，並根據這些數據構建一條動態投影線，結果就是這條自的應平均線。它在顯示市場趨勢方面做得非常好。當線是綠色時，市場處於看漲狀態，這意味着市場的當前行為與歷史上積極的動量一致。簡單來說，價格在上升趨勢中前進。當線是公式時，市場處於看跌狀態，這意味着當前行為與歷史上消極的動量一致。簡單來說，價格在下降趨勢中下跌。該指標旋顯示當前趨勢的匹配框，基本上突出顯示了過去發生類似動量、波動率和成交量組合的位置。但在這個視頻中，我們不打算使用那些，我們將只關注趨勢線本身，以及如何圍繞它構建反轉策略。現在這個指標可以以兩種方式使用。第一種方式是作為趨勢跟蹤工具。在這種情況下，你只需用它來識別主要趨勢，然後使用另一個工具或價格行為在上升趨勢內尋找買入信號，或在下降趨勢內尋找溢出信號。例如，如果線是公式的，那麼你只關注賣出交易機會；如果線是綠色的，那麼你只關注買入交易機會，通常是在回調時。但在這個視頻中，更好的策略是反轉策略。這意味着我們不試圖交易已經建立的趨勢，我們試圖識別舊趨勢何時減弱，新趨勢何時可能開始。現在讓我向你展示如何正確地做到這一點。你需要的第一件事是默認設置的 RSI， 因為我們將使用 RSI 背離作為第一個警告信號。背離很重要，因為它給你一個早期信號，表明當前趨勢正在失去力量。對於溢出設置，我們想要的第一件事是看跌 RSI 背離，這意味着價格形成相同的高點或略高的高點，但 RSI 形成更低的高點。這告訴我們上行動量正在減弱，看跌壓力可能正在積聚。但這一點非常重要，近背離是不夠的，背離只告訴你當前趨勢正在減弱，有時這只會導致回調。有時會導致盤整，有時會導致完全反轉，所以我們總是需要更多的確認。我們想要的第二件事是 Market Memory Average 變為公式。一旦線變為公式，這就給了我們另一個線索，表明上升趨勢可能即將結束，下降趨勢可能即將開始。您是否覺得身邊的每個人都在從人工智能中受益，但您卻不知道從哪裡開始？不要再等了，今天就開始吧！我們的免費交易機器人使用簡單，由人工智能驅動，每天可為您帶來高達1%的利潤。已有5萬多名會員加入，現在就點擊下面的鏈接獲取免費使用權。這是你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向財務增長邁出一步的機會。現在線變為公式之後，我們希望價格低於該線，然後我們等待價格回調到該區域。它可以只是觸及該線，或者更好的是，價格可以稍微進入該區域。那個回調很重要，因為它幫助我們判斷市場是否仍有足夠的看漲力量來恢復，或者看跌方現在是否正在接管。現在，一旦價格到達該區域，我們向左看並標記回調前形成的擺動低點。那個擺動低點很重要，因為它可以充當支撐。
我們等待價格跌破並收於該低點之下。一旦發生這種情況，這就成為我們看跌反轉是真實的最終確認。所以，當你分解它時，欲出交易設置非常簡單。首先，我們得到看跌 RSI 背離。第二，指標變為公式。第三，價格回調到該線或該區域。第四，價格跌破並收於回調前形成的擺動低點之下。當這四件事都發生時，空頭設置得到確認。在實踐中，你可以在那裡進入欲出交易，將止損設置在該公線之上，並使用1:2的風險回報比作為目標。現在讓我們來看看買入交易設置。我們想要的第一件事是看漲 RSI 背離，這意味着價格形成更低的低點，但 RSI 形成更高的低點。這告訴我們下行動量正在減弱，看漲壓力可能正在積聚。但再次強調，近背離是不夠的，因為它仍然可能只導致反彈或盤整。我們想要的第二件事是 Market Memory。Average 變為綠色。一旦線變為綠色，這告訴我們下降趨勢可能即將結束，新的上升趨勢可能即將開始。在那之後，我們希望價格保持在該線之上，然後向該線或進入該區域回調。如果第一個回調未有出現，那麼我們就等待下一個，沒有必要着急。當你等待的檔的重新測試時，該策略效果更好。現在，當那個回調發生時，我們向左看並標記回調前形成的擺動高點。那個高點很重要，因為它可以充當阻力。我們等待價格突破並收於該高點之上。有時價格會嘗試一次然後失敗，那沒關係。你保持耐心，如果需要的話更新擺動高點，並再次等待。一旦價格最終收於該水平之上，看漲反轉就得到確認。所以買入設置也非常簡單。首先，我們得到看漲 RSI 背離。第二，指標變為綠色。第三，價格回調到該線或該區域。第四，價格收於回調前形成的擺動高點之上。當這四件事都發生時，多頭設置得到確認。在實踐中，你可以在那裡進入多頭交易，將止損設置在該綠線之下，並使用1:2的風險回報比作為目標。這個策略的好處在於它不依賴於一個單一信號。RSI 背離給出了早期警告，線的顏色變化給出了可能的趨勢轉變，回調給了你一個更好的位置，而擺動高點或擺動低點的突破給了你最終的價格行為確認。這種分層確認使得設置更加清晰。當然，這仍然不意味着每筆交易都會贏。沒有指標和策略可以給出保證的信號。虧損交易始終是交易的一部分，無論設置看起來多麼強勁。這就是為什麼風險管理仍然和策略本身一樣重要。保持你的止損合理，不要在單筆交易上冒太大風險，並對你的目標保持紀律。這個視頻就到這裡。如果你有任何問題，請在評論區留言，我會盡快回覆。如果你船沒有訂閱，請訂閱頻道並打開鈴稱圖標，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下一個視頻。下個視頻見，祝你的交易好運。